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件，伫咧路边等停车位，要甲车刷入去停车格，煞防检举来开红单。这民众是真怨叹哦，讲啊无是要安怎停才好咧？来看这个报道。 这台车子停在这边，等待前方的车辆移出停车格，这样的行为相当常见，但是已经明显违反交通法规。一般人伫路边等车位，拢会安尼做，要过前时就按例要甲你讲，准备接红单。有民众检举并排临时停车，这个相片当事人是讲，伊要等头前车驶出来，伊要驶入去罚单600块。还是一样在后面等啊，不可能绕一圈再回来，一定是被停走。难停车的地方，你不这么等，还真没车位。民众讲，若无安尼停，按要安怎停？警方讲，至少要保持车辆有继续咧驶叮当。100-200公尺前就有透视眼看到那边有一个车要走，才有办法缓慢移动，刚好那个 timing 抓到。 大部分的人拢会伫边啊等，偏免搁踅一轮，转来了后车位互停去啊，要搁占用慢车道，和后边的车真危险。如果在3分钟以内的停车行为，然后又能够清楚看到并排啊，违规事实如果明确，我们就会举发。那超过3分钟就是并排停车，那是罚款2400。为了保障其他用路人的安全，爱了解交通法规，也若无等车位的时间超过3分钟。 就会接到2400块罚单，啊，若是讲发生交通事故，恐惊都毋是干那罚单尔。